迄是就是招啦。哎下好，时间开始哦，听倒看下咱这个阿雄队吼，5分26秒，错救落救落哦，过关啊，即马咧，哇，有一个你还别当哎哦，如英甲咱耗子哥哥，两个人吼，伫咧这个王船400公斤，400公斤，那叫甲食力的。卡咧拖，我跟你讲，耗子卡咧拖哦，哦，看咱这个耗子哥哥，即马吼是面部是完全无会使跳啊，会使跳啊啦，完全无笑容啊，哎，录音你跳过救耗子，跳过跳过去，哎，你救耗子，你救耗子，号主，哎，救耗子，哦，想袂到咱耗子哥哥需要互救呢。哦，代表哦，咱要过这关无啊简单啦，是嘛？紧来手头休。哦，啊，拄仔咱看咱这个阿雄队的比赛，就知影讲吼，其实吼，咱平常时看这些运动员，为什么王船啦、头休看起来敢若足简单、足简单？其实吼，真诶吼，主持人跳来比赛，我现讲无简单，真正无简单。看咱阿雄哥哥。会甲救会甲救咧，涂骹白迄个吼，看起来嘛敢有够喘的呢。时间多好，过1分钟。哦，今日开身躯穿乌的，哦，老师要跳啊，要跳啊，老师要跳，哎，老师加油！加油啊！